未来一周就是咱的受难周，吼，请咱准备心。今仔真欢喜，今仔有生日，所以咱有一寡新的朋友要加入咱的家庭。朋友加入的时阵，咱因的亲朋好友可能有要送一寡花送一寡礼物。因为着迄个礼拜天数较顺利，请要送礼物送花吼，伫咱的规个礼拜结束了后，才来做。也欢迎大家礼拜了行因来做三甲欢喜因为伊是咱的新的兄弟因为今仔日伊是因顶头生的日子。好，咱会前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好的天气来到教会。主，即时我们开始礼拜，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伫礼拜中来享受你互阮的平安甲欢喜。也求主你即时甲阮同在，今仔日有生日，求主你也互阮规个定数拢顺利，也求主你继续祝福这新参加阮家庭的好朋友。阮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好多咱文龙店都讲过吼，今仔日是特别的日子啦吼，无共款。中秋主日就是主要说，伊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进前，才会群众用中秋树枝用因的衫不断罗林来欢迎这个何塞纳上帝吼。所以咱共款，咱今仔日用安尼来纪念耶稣。其实咱即礼拜要来即礼拜吼，是受难周。那照过去阮细汉的时候开始，所受的印象就是讲，即礼拜咱尽量莫去宴会啦吼，去请宴乐，咱来纪念主耶稣行这条苦路到十字架顶，为咱来死。这对亲情吼，咱来清唱76首，即咱即个月月定诗，选这首嘛真水吼，这是为耶稣出世独生囝，出世了后，伫世间30年，甲顶十字架，拢描述伫即内底，咱来唱吼，咱唱2节就好吼。是夏日又调来秘密出世，30年过孝顺父母，真正已经爱兄弟。3年间都是个奔波，面甲日一直直无。何里有空朝朝有愁，咱的事何为通晓第2节，为着听咱临到世间，甘愿担一切艰苦，一宿边拍咱的以后。修行法，咱的平安，亲像这都有十字架顶的咱是何人何有缘变开花情志。即第1节迄个第3谱表，第3纸迄吼，迄是3年传道4界奔波，暝甲日一直直无啦吼，无就无的无吼，再无咱有诶读囝磨吼，这是无吼。
后来咱再来看86首。咱今日咱的文字新学生的主题，就是这，是耶稣要骑驴要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情景啦，咱唱第1节、第2节。来，威严君王加入进军的新路，加欢迎，路经破山破障丘急，是主温柔内去，威严君王加。真正偏必主，永在问题。咱看耶稣，我哩用光咧，一群人拢咧甲欢呼，和散那，遮一人。但是咱甲看卖到尾啊，当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几个人伫遐？即嘛有咱的思考。咱讲我信耶稣，我耶稣，我拢逐项拢足顺利、足平安呢。但是你有一天，你若拄着无顺利、苦难的时阵，你敢会亲像即群人当时咧对的时阵，来离开咧？咱的信仰毋是安尼啦，咱来坚信咱即礼拜讲到的即个经文经节，拢总伫四福音内底拢有啦。咱去参考，为则开始看，为今仔日开始到耶稣受定，逐工的圣经，咱拢去看卖，去体会看卖，看耶稣为咱怎样来受死，那咱搁来最后唱第5节，86首第5节。威严君王骑驴进城，严必主宰有喜人间。头忍受肉体苦刑，我对水光照满归。好，最后咱来看88首，咱来想看卖。这嘛是对咱一种的提醒甲挑战。主受定的时，迄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的时，你有伫遐无？有时这事互我真着惊，着惊，着惊。主受定的时，你有伫遐无？当时耶稣上界听学生的之一，彼得，伊嘛信誓旦旦讲。我要对耶稣对到底，无拍算。当耶稣受苦的时阵，想要是伊人要掠的时阵，伊讲伊毋捌耶稣。那你咧？咱想看卖来咱唱第1节。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有时这事互我。着惊，着惊，着惊，主受定迄时，你有伫无？第2节，主受定迄。
修定，给你有的也无。有时的事，我真着惊，着惊，着惊。自修定，你有的也无。望咱军队主拢到落尾，当主要说伫要转过进前，伊家己老母交代互伊所听的约翰，这是我的老母，甲老母讲，这是我的学生。我望咱犹原让互耶稣讲，这是我啥物人的学生，准备心来做礼拜。这是摇花的门，伊的人要入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因我，搁真侪拯救我的。山夫所起杀的石，已经真侪触角头的石。这是摇花所做的，咱的目睭看伊最奇怪。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请咱三甲来吟诗，咱要吟的诗是76首，76首。上帝找伊独生囝儿，上帝找伊独生囝儿，羊巢内微微出世。30年久，孝顺父母，真正义敬爱兄弟。3年团度四过奔波，暝甲日伊直直无。予你有空，朝夕有寿，咱的主无为通歇。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找伊独生囝儿。
着来秘密出世，30年归后顺父母，真正义见太兄弟，3年团度是归奔波，你家己的梦，互你有脚朝朝有手，咱的主无位通向，为着咱啊临到世间，甘愿担一切苦难，伊受逼迫，咱的以后受刑罚，咱的平安，亲像一条路途荆棘，是点点点贴人心。到有苦我搁再不厌，面对酒开花结子，多正足体温暖满邦，主是路，主是梦，带咱脱离罪恶黑暗，一辈子得着逃跑，这款跳头，这你完全，咱着笑脸，咱着团，团出公义，团出仁爱，团出福音到愿望。真济。这是请咱三级来念使徒圣经，伫咱的音幕内顶面嘛有吼。好，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隐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咱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你掀开启应文圣诗后面的启应文第9篇，这是诗篇24篇。咱要看圣诗，嘛是会使看音幕嘛拢有吼。好，请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伊甲地囥伫大海的顶面，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的。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祈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百姓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荣耀的君王。咱
咱即是要阁三角来吟圣诗86首，圣诗86首。86首，威严君王骑驴进前，威严君王骑驴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路上铺衫铺棕树枝，温柔救主对兄过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时请主任后面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自追》。
是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的天父，阮若落切切爱啉溪水，来到你的面前，阮也渴慕爱得到心灵的帮助。感谢你，予阮会当进入到你的圣殿，求你予阮的心安静，阮的灵要来敬拜你。感谢你，予阮会当享受这款的安息。这拢是出自你大疼痛，你搁找你的独生圣子，阮的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来到世间，出世伫马槽，甚至受人来凌辱，受人鞭拍，行为十字架死亡的路。你来是要拯救人类脱离死亡，将真理活命赏赐阮。予阮对罪恶中会当得到逃亡，所流的宝血，予阮会当洗清，当得到自由，拆离阮甲天父隔离的围墙，成做上帝的囝儿。主怜悯阮，有时亲像遐个伫行化或者群众，欢喜惊子你入城，无偌久就将你钉伫十字架顶。主怜悯阮。保守阮的心，确信你是阮的救主。亲爱天父上帝，帮助阮。虽然阮逐日活伫你的恩典中，有时阁常常或者俗世的价值来引诱，感受袂到你踮伫阮生活中的引带甲保守。主怜悯阮的软弱，无互这的私欲看赢。求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会当看出你才是阮生命上大的愿望，会当活出毋拿阮家己得到利益，也要引带人来认捌你是真光，你是活命。这也是你来世间为阮来牺牲生命上大的意义。为着安尼，阮伫你面头前要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虽然阮徛起伫悖逆的世代，烦乱无停，战争无煞的这个世代，阮犹原要宣告，要伫试炼中犹久要来学到你。毋管大水泛滥，也是撒旦四面来伫围雷的时，阮拢无惊吓，因为你是掌管万物的主宰。帮助阮无看环境，将刚强壮大的信心来赏赐阮，予阮用信心来倚靠你，甲你来结连，行阮着行的路。主恳求你怜悯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下面受伤死无这百姓，因为战争失去安定的生活，失去因所徛起的所在，失去亲人。恳求你会当伸手阻止极权的侵犯，将你的疼来赏赐因，来抚平因的伤痕甲因的痛苦。为着台湾，伫你面头前，我们要献上感谢。对过去到现在，特别来看顾这片小小的福尔摩沙的岛屿。阮相信，无论拄着什么代志，你的确甲阮三甲伫地。伫主耶稣受掠进前，也有学生守最后晚餐。今仔日阮嘛要伫受难周的开始，阮也要守圣餐来纪念主耶稣为着阮牺牲所流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阮家己，来孝念主耶稣所啉的苦杯。愿阮一生会当跟对你，奉献，互你做你下用的器具。今仔日我嘛有几位兄弟要伫你面头前受洗、立志，要来跟对你。恳求你会当成做因一生的帮衬，因带因所要行的路，拢有你甲因三甲同行。阮同心伫你面头前学了感谢，
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即时来看上帝的话，咱所要看的是《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19章，咱要对28节来看。要看圣经的人吼，是伫咧新约94页吼，《路加福音》19章，咱要对28节看到40节。现着我来读28节。耶稣讲煞，进前行，上耶路撒冷，行近伯法其甲伯大尼。伫迄个名叫橄榄的山，就找2个学生，讲：恁去对面的乡舍，入去的时，要拄着一只驴仔伏伫遐，也毋捌有人骑的，偷开伊，甲伊牵来。若有人问伊偷驴要啥事，恁就讲主欠用伊。所找的人去，果然拄着照伊所甲伊讲的。33节，偷驴仔的时，主人对因讲：偷驴仔要啥事？因讲：主欠用伊，就牵伊就近耶稣。将因的衫铺伫驴仔顶，扶耶稣徛伊。伊行的时，人用因的衫铺伫路呢，已经近要落橄榄山。规阵的学生就欢喜，大声学了上帝，为着所看见拢总的关联，讲：伫主的名来的王应该得着学乐。伫天呢和平，伫至悬的位阳光。众人有几若个法利赛人对伊讲：先生啊，着责备你的学生。伊因讲：我甲恁讲，因若静静，遐个石头要后叫。圣经咱看到遮，咱只是要请黄文瑜新学生下面讲道。讲的是石头的好学汉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聚会伫讲道的内心，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需要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伫你的话语中，甲你长头对面，求你的话进入阮的心，改变阮的生命，互听的甲讲的拢同受利益。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去年七八月时阵有举行东京奥运吼，咱的选手杨永伟，伊是柔道的代表的选手，大家对伊印象应该是真深，因为伫伊比赛了后，结果确定摕到银牌，结果伊怎啊伫咧比赛场边仔开始哭。记者甲伊访问的时问讲：你哪会哭到安尼？伊讲：我足想要摕金牌的。就因为即句话，结果大家拢对伊印象真深，就瞬间爆红。而且连迄日本人啊，也是迄群日本的少女，拢叫伊如火安尼，大家拢咧问讲：即个人到底是啥人？伊刚结婚啊？当伊倒来比赛了后，倒来到台湾，伊的母校、伊的高中母校，佮邀请伊去甲伊的学弟妹交流。
真侪记者拢有去报道，毋过咱伫新闻顶面看到的，拢是讲杨永伟伊转去，甲伊的学弟妹勉励，甲伊讲分享伊的心路历程，然后甲因对练，甲因一个一个安尼对练吼，安尼切磋技巧。结果大家翕到遮，记者就差不多看甲差不多就走了啊。毋过我有一个记者的朋友，伊甲我讲一个伫咧新闻顶面无看到的故事。伊讲，当杨永伟甲伊的学弟妹伫遐切磋交流的时阵，一个学校的董事阵来，哇！这个董事自早以来就一直咧支持柔道队。毋过，即个董事伊较早咧嘛有练过柔道，所以看到杨永伟甲学弟妹安尼摔来摔去，伊怎啊心内面啊感觉袅袅激痒。结果伊怎啊甲在场的一个女学生借一领柔道的衫，嘛刻意要想讲甲杨永伟交流安尼。我的朋友就真烦恼，伊讲哇这个年纪吼，就是头壳顶无啥物头毛佫会当穿着女学生、高中女学生的衫，这身材可能嘛是较矮细小看，甲杨永伟即款应该是无法度比。无论是技巧，还是身悬、身材，还是年纪，我的朋友拢为着即个董事捏把冷汗，想讲毋知等下会安怎。想袂到杨永伟一看到即个董事起来了后，起来即个起来即个练习场的时阵，伊阵啊改变伊的姿势。本来伊是看到学弟妹来，大家就安尼甲摔还是安那。结果看到董事起来，伊怎啊徛咧遐吼？本来是攻击的，即马变防守的，就徛咧遐。顾在即个董事安尼甲伊摔来摔去，结果咧，这场地顶面哇安尼摔甲乒乒叫，观众大家哇真欢喜咧欢呼。毋过杨永伟去互摔咧涂骹顶的，涂骹的时，伊佫爬起来。我的朋友就感觉真奇怪，佫看到伫场地边仔杨永伟爸母两个人。面仔嘛是看起来，毋是青顺顺哦，是微微啊笑哦。哇！伊着看着安尼，伊着感觉哇，真奇怪。然后咧，当即个董事伊甲杨永伟上落尾一届摔个涂骹的时，伊怎啊摆出一个胜利的姿势，表示讲伊赢。伊根本就袂记即迄个倒伫涂骹的杨永伟。结果，我的朋友甲我讲我到今仔日才知影，原来拍败银牌的人，毋是金牌啦，是金主啦。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伊讲耶稣讲完这个话了后，伊就起立，要去倒位？要去耶路撒冷。其实，伫17章11节的所在，咱今仔日读的是19章。伫17章11节的所在。伊就讲一届讲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毋过自17章到19章的中间，耶稣拢毋捌离去耶路撒冷城。反倒是记载真侪耶稣要入去耶路撒冷城的即个路程的过程，即个旅程的中间，耶稣所拄着的人、所医治的人，佮有所讲的教示，比如耶稣佮亲近囡仔。佮去细入3界的厝内面，即一路上有真侪人拢跟缀耶稣。因讲，圣经记载讲这是耶稣的门徒。毋过，这门徒毋若简单是亲近耶稣的即12个人尔，其实是真侪跟缀耶稣的人伫遮拢叫做耶稣的门徒。当然，跟缀耶稣的人中间，嘛有一寡法利赛人。伊甲所有跟缀耶稣的人做伙听耶稣的教导，嘛亲目睭看到耶稣所实行的医治。毋过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伊显示耶稣要往迦拿山行到耶路撒冷，就是甲耶稣的位置放伫王的所在。虽然路加福音甲其他福音书相比起来，较无强调讲耶稣的身份，互
犹太人感觉伊是一个弥赛亚的身份，就是无特别强调。所以伫今仔日，咱伫路加福音内面，虽然今仔日是棕树主日，毋过咱并无看到圣经内面伫即段内面有写着讲哦有棕树枝，是因为路加即个作者伊写即本福音册是要互毋是犹太人的人看的。毋过伊阁要显示一件代志，耶稣毋是大家所想的迄个犹太人的王，也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伊想要暗示，也是想要表达，其实是明示，毋是暗示啊。伊想要表达的是耶稣是即个王，是世界的王。所以耶稣伊对即个迦拿山，其实是咧阿罗撒冷的东边。对东边入去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伊会经过王所行的迄个门廊。若是伊对西边，就是大这死入来的所在。所以真明显，伊表示耶稣的位置是咧东边，代表讲耶稣入来即个耶路撒冷城，是耶稣伊要进入伊的国度，伊要掌王权。而且耶稣是选择一只细只的驴仔，伊要互门徒去牵这驴仔的时，甲因讲，若是有人甲你问，讲牵即只驴仔要做啥物，恁着甲伊应讲主欠命伊。路加无做伤济解说，就好亲像是真自然的一款代志，是大家拢会当明白的。路加的用意，伊无想要做伤济解说，毋过伊要互人明白，耶稣是主，耶稣是王，所以一切的结局拢会照耶稣所讲的来成就，万物拢降服伫耶稣的话的下面。耶稣有一个真大的权柄。果然，当门徒去牵即只驴仔的时，所发生的代志嘛，甲耶稣讲的共款。门徒嘛，甲伊应讲主欠命伊，即只驴仔就去互因牵出来啊。然后门徒怎啊甲因的衫铺伫即个驴仔的身躯顶。当耶稣徛起哩要入去城内面的时，才跟对耶稣的人，佮甲因的衫拢铺伫涂骹。当耶稣行伫即个路的时，因真大声咧喊话讲：奉主的名来的人，奉主的名来的王，是应该受着恶乐的。伫天顶有和平，伫至悬的所在有阳光。因安尼咧欢迎耶稣，是因为因看过耶稣的能力，伫一路顶面，因看过耶稣的能力。耶稣医治目睭青盲的人，医治麻风病的人。耶稣讲话有权柄，感动因的心，阁互侪人会当悔改。所以因用即个诗篇118篇的所在，即个经文就是讲，奉主的名来王是应该得到恶乐的。即个诗篇伊本来就是带着一个王的观点，就是咧讲哇，即个王要来，就是上帝找伊来的，上帝要为着因来赢过因的对敌。也就是讲，因认为耶稣所行的即个新约基础，是上帝要拍败因的对敌的记号。对迄当阵的信徒来讲，罗马政府就是因的对敌，所以因用即款的恶乐咧喊话，佮带着一寡迄款反政府的气息。当军队耶稣的法利赛人听到群众安尼喊话的时，心内感觉真不安。因希望耶稣指责伊的门徒，毋过耶稣却肯定伊的门徒对伊歪打正着的赞美。耶稣回应法利赛人，这个人若是因毋开喙来喊话，石头嘛会爬起来喊话。耶稣的回答除了是肯定门徒以外，嘛表示伊信任伊是王。而且毋若是门徒所期待迄个战会当拍败罗马政府的王，伊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王，所以万物拢降服伫伊的权柄下面，连无性命的石头嘛拢知影，嘛拢顺服伊，甚至连人
无要喊话、无要敬畏伊的时，石头嘛会爬起来喊话。法利赛人伫即个路程、即个旅程的顶面，因一路拢跟对耶稣，因甚至真关心上帝国的代志。因问耶稣，上帝国要来是啥物款？其实因是真重视的，毋过伫即个路程顶面，因无因为耶稣伊伫青迷的人，发现家己心内面嘛是青迷，因嘛需要嘛需要耶稣的医治。当大家看到大家公认的迄个歹人，上歹的歹人碎裂三界悔改时，因的心嘛无受到感动。当耶稣讲完10个银子的比喻了后，耶稣讲一句真重的话，伊讲：遐个对敌无要我做因的王的，甲因救来，伫我面前甲因杀。表示即个无忠心的人，甲上帝国无分。法利赛人一开始因想要询问的、想要了解的是上帝国，毋过伫即个旅程中间，因好亲像无看去、无听去，甚至连耶稣即款真重咧讲的话，讲遮个无了我做因的王的人，甲因掠来，伫我面前杀，因嘛真蛮皮。一点仔感觉都无。法利赛人一路跟对耶稣，虽然看到耶稣真侪奇妙的代志，有异能，毋过因嘛无愿意将战胜拍败对敌的希望放伫耶稣顶面。因阁真惊吓，惊讲哇，遮个群众、遮个门徒安尼喊话。会互罗马政府当做一个反抗的游行，也是反抗的一个行动。所以，即个法利赛人，因搁较愿意相信罗马政府所讲的罗马的和平，是靠安尼武力甲人拍，镇压得到的和平。因嘛无愿意相信对上帝国所来迄个真实、真正的和平。因惊吓，因用即个帝国的力量来压头。头前我摕到我的朋友所讲的迄个故事，我常常咧想，若是杨永伟有一天伊知影，互伊得胜的是神，是上帝，安尼因敢会阁挑故意输互迄个金主吗？还是伊伫迄个交流的时阵，伊会做出无共款的决定，就亲像遮个法利赛人共款，因若是自头至尾缀伫耶稣的身躯边，因若是认捌耶稣，因袂称伊做耶稣，伊会甲其他的群众共款，称伊是王，嘛会期待耶稣做王。伊嘛会当看到上帝国的荣耀，甚至伫群众喊话的时，伊嘛会选择甲即寡军队耶稣的人做伙喊话，做伙发出迄个俄乐。遮个军队耶稣的门徒，因虽然认为耶稣是王，嘛对心底发出一个俄乐，对耶稣有一个美好的期待。毋过因对耶稣的期待看起来，小可有较细，也是讲因对耶稣的期待有小可的错误，因为耶稣毋若是要做犹太人的王，嘛毋若是为着因要来推翻即个罗马政府，来拍败因目睭前所看到的对敌，互因感觉因伫即个世界会当生活落搁较好。耶稣超过因的期待，耶稣是战胜死亡关系的王，是超越世间所有的王。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跟对耶稣的人，无论是门徒还是法利赛人，伫咱现今的生活中间，咱是毋是嘛感觉哇似曾相识？或者是这就是咱生活的写照？
咱有侪人来教会真久啊，嘛有人是今仔日要受洗礼。咱拢是跟对耶稣的人，咱拢可能听过别人的见证，咱嘛可能亲目睭看过逐种耶稣伫别人身躯顶所做的工作，无论是病得到医治，还是性命互耶稣来改变，甚至咱会当背真侪经文。毋过，这个见证中的耶稣，也是耶稣伫圣经内面对咱的教导，甲咱真正有关系吗？咱是跟对耶稣的人，伫跟对耶稣的人中间，咱敢是即个第三者、旁观者，或者是咱是跟对伊的人中间，对伊有熟悉、甲伊有经验、有熟悉的经验、有面对面的经验的人呢？咱的性命敢是迄个旁观者，还是咱就是迄个甲伊长头对面的人？咱的性命敢捌互耶稣改变？或者是咱跟对耶稣真久啊？咱相信上帝的大能，咱嘛相信耶稣。毋过，逐摆咱祈祷的时，拢是求福乐、财寿、健康、平安、无烦无恼、子孙大趁钱、有福气。甚至咱敢若求耶稣拄去咱目睭内迄个对着，无论是咱的厝边歹上厝的人，还是咱的同事、咱公司内底迄个咱无介意的人，甚至是咱的亲情。有时啊，咱甲耶稣想过世啊，咱甲耶稣所藏的所在，就是伫咱目睭所看会到的所在。伫咧准备即篇讲道篇的时，伫即礼拜内面，我嘛有一个真深刻的反省。有一天暗时咧困的时，我做一个梦。这个梦的内面有一个真乌红的款式，一直要我来。我伫眠梦的时，就向主来祈祷，求主赢过即个黑暗的关系。迄个印象是真深刻的，伫咧即个眠梦迄款情境嘛是真真实的。我起来的时，规身躯拢变寒，就是真真实的。当我起来的时，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代志。发现一件代志，因为最近我的身躯开始有一寡变化，所以我发现我的祈祷，逐工拢敢若是主啊，求你互我好食、好消化、好困，困会去，互我的体力会堪着我逐工的生活，过我所想要过迄款的生活，过我生活想要达到迄款的标准。总是迄个梦提醒我，耶稣毋是干那互我好食、好消化、好困，困会去的上帝，毋是即款的主，毋是即款的王，是伫性命交战的时，伫咧灵界交战的时，伊是掌权的王。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当咱搁一摆迎接耶稣基督因光来入即个圣城的时，咱嘛需要搁一摆来思考，咱所迎接的是啥人？咱用啥物款的态度来跟对耶稣？耶稣入即个圣城了后，伊所拄着的，伊所面对的，是政治十字架。是死亡，是昏亡，毋是一个平安顺利的生活，也毋是表面上看起来真轻松快乐的日子。若是咱是真实跟对耶稣的人，安尼鼓励大家伫即礼拜中间，咱是毋是嘛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面对咱家己的性命，选择一件咱需要改变的代志，咱会当伫主的内面祈祷。这可能是一个关系，真久以来拢无好的关系；这可能是真久以来真无好的关系，也是一个伫耶稣的内面，你看到一个家己无合耶稣心意的价值观。咱选择一件就好。若是讲你有想到即个代志，嘛感谢主。咱会当向主来祈祷，咱会当跟对耶稣的脚步，将即个旧的我甲耶稣同顶十字架。愿咱真实做跟对耶稣的人，愿咱用实际的行动赢指耶稣立即个圣城，立咱的心。愿咱降服伫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面。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主，伫古早以前，你用光立圣城。伫今仔日，我嘛邀请你进入阮的心。阮要拍开阮的心门，邀请你入来。过去，阮对你可能有一寡误解，阮毋是真正遐尔认捌你。阮感觉阮跟对你，毋过，阮毋是真正伫心内面，互你做阮心中的王。主啊，求你赦免阮，互阮伫即礼拜中间，会当搁一摆来思考，诚做你的门徒。跟对你的脚步是啥物款的生活态度？是啥物款的生活款式？你互阮伫即礼拜中间，会当搁一摆，甲旧的阮，甲你同顶十字架，互阮降服伫你的权柄下面。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阮心。接来，咱有几位兄弟要甲囝个细囝要洗礼，甲收圣餐，咱将时间交互牧师。各位兄弟，今仔是中秋主日，咱迎接主耶稣入圣城，这个时间，咱嘛互主耶稣入来咱的心内，因为主耶稣讲，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咱互主耶稣入来到咱的中间。今仔日咱真欢喜，有几位兄弟要来受洗礼，所以这个时刻，咱来唱圣诗254首，第1节到第2节。咧唱圣诗的时，请今仔日要洗礼2位姊妹吴怡君甲朱静花姊妹来到台前，咱同心来唱圣诗354首。这边，静花这边。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请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的话。主耶稣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大声又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伊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遵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的时阵，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安尼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因的罪拢得到赦免，搁要互因受到信心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呼召的，拢要来归应你。主净化为君，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今仔日我嘛要安尼对恁来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就要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罪得到赦免、洗清气的记号，搁要表明对信心得到顶头生，结连伫基督。恁今仔日要受洗礼，恁两人就要伫正人伫上帝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恁的话。第一，恁两人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第二，你有真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第三，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好，这是要为恁行洗礼，请义军先来到台前，上来到台前。为君，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阿门。主净化，我用水甲你行洗礼，奉爸囝圣神的名，互你归伫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阿门。嗨，净化，要未？愿上帝平安归互恁，互恁一正正生。愿恁的神、魂、甲身躯，拢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两人的信仰来受洗礼，即时要倚靠教会头，就是咱主耶稣基督的名。即是请会众起立，要来宣告。这是要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小会官兵，以及主耶稣的名，接纳恁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的内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极大，透过这个圣礼典，透过洗礼。接纳你的囝儿入来教会，愿你祝福因，
愿你用信心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炼的时，愿你保护因，互因会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互因一世人来服侍你。天父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与这个洗礼的典礼内面，会当更加明白洗礼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阮过去离开你的道路，只教阮亏欠来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互阮每一人拢会当反悔，倒转来归伫你，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是要来小会要来接纳吼，所以你们往后转。请小会员来接纳。教会这边有准备圣经甲洗礼证书，看来牧师会互因。教会嘛为因两人备办属灵的当班，看来嘛请属灵的当班来头前献花。愿这个属灵的当班会当伫未来一年，甲受洗礼净化义军有真好的互动，嘛互因伫信仰的路程顶面会当同齐跑走。属灵当班是素芳义军的属灵当班，原本是仁丰，因为仁丰今仔日去万丰教会司琴，所以咱请编姐来代替。好，咱欢迎，请坐，会当倒去坐。今仔日嘛真欢喜，咱有小黎要洗礼，这小黎是关心玲。伊是义军的查某囝，咱即马请爸母来到台前。照教会规矩，咱这是唱圣诗352首第1节就好。照着教会规矩，咱每一位兄弟会员的囝儿，应该伫细汉的时领洗礼。所听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吩咐讲：天顶地的权柄拢归乎耶稣啊！所以咱要招办百姓来做伊的学生。若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望。学生即笔伊，耶稣看见安尼就无欢喜。伊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近我，无得禁伊，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当恁两人俊彦甲义军恁带着恁的细囝，心灵来到上帝面前要受洗礼，恁来代替心灵来告别伊的信仰。
所以这时恁两人拢爱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抑无？恁着挽去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你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会当下伫上帝教会的法度。你要安尼行抑无？这是请愿上帝祝福恁，互恁的细囝，甲恁会当来守即个约。这是请来带囡仔的头前。阮心灵，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这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互这个细囝受接纳进入伊的教会，做未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了后，恁父母以及咱正会友爱为伊做证，嘛爱三角分担伫信仰顶面培养的责任，互伊的信仰坚固，直到伊领受坚信礼。咱同心来祈祷。主伫你的面前，我感谢你，恳求你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因带伊的身躯、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拢会听伊。求你将丰富的恩典赏赐予心灵，因带伊的平安，互伊会当经过这个大汉的时刻，脱离所有的引诱，直到心灵的时，会通家己来告别伊的信仰。阁会坚持到落尾。愿主你祝福这个家庭，愿主你赏赐因的父母，以及所有照顾伊的人，互每一位来照顾的，拢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看顾伊，伫你的疼痛的内面来成长。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甲你介绍吼，咱议员的小会员接纳者。咱阁有一位信仰个别杜伟汉哈，来请来头前。伟汉是对其他教派的教会，即时要来建立到咱长老教会，所以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所以即时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爱来应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抑无？你有信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互你的罪来得到赦免抑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抑无？咱同心来祈祷。主
主，阮感谢你，互约翰会当伫细汉的时就受洗礼，伫信仰的过程中间，主你引带伊一路，互伊有平安有稳定。即时伊要加入到文山教会的大家庭，愿主你亲身看顾伊，接纳伊，互伊有份伫上帝你的稳定的内面。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要甲你介绍，来，咱小会完一完再来。请坐。今仔日真欢喜，咱有即几位兄弟受洗礼，加入咱的大家庭的中间。今仔日因的厝内底家人吼，嘛拢来到咱中间。咱先介绍迄个怡君，怡君你的家人，来，请站起来，阮甲你欢迎。请起立。伊的家人应该不拘假了吼，一个做多，拢伫万丰吼，欢迎你，请坐。过来是静花吼，静花伊的先生、囡仔拢来咱中间，嘛请起立，我欢迎你。伟汉家人就是太太哈，佩奇。愿上帝祝福恁，愿恁会当常常来到上帝面前，会当甲上帝有好的关系。这时，咱要来举行圣餐，咱来唱圣诗第356首，圣诗第356首。咧唱的时，咱请服侍长老来准备。
咱着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问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上帝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众人同在。咱着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年有摕饼祝谢来白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搁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咱每一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伫过伊甲来，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愿顺趁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每一人，也圣别摆在伫你面前遮所有的饼甲杯，互阮接受食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的恩典，伫你的帮赞，会当称做属灵的朋友的，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互阮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身躯为着恁所拍破。主耶稣讲，即个是我身躯为着恁所拍破。主耶稣讲，即个是我身躯为着恁所拍破。
身躯为着恁所拍破，恁每一届咧食的时，着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佫旁尾讲，即个杯是用我的血，甲恁所立的新约。恁若每一届啉的时，着行呢来纪念我。恳请服侍长老。是信约，是用伊的血甲咱所立的。咱若每一届啉的时，就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咱每一届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无所不能的上帝，阮对你感谢，互阮领受你的圣餐，真侪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当明白你听阮，你欢喜阮。
知影阮是你圣囝肢体的一体，是受着祝福的忠实的信徒。愿主你的平安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互阮继续伫你的恩典疼痛内面跑走伫天路。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三甲过来吟圣诗291首，291首，称赞主立延光。称赞主立延光，愿诚心称赞，因为主你永活。阿门，阿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千传主你延光，万点心见证，因为主你延活。阿门，阿门。千赞主你观点，已经。请坐，请咱即时来奉献。咱提什么奉献呢？是要做圣餐的奉献。
咱即摆为着咱即礼拜的来奉献。遮济，我只是来报告吼，迄个金句吼，咱来读一遍就好吼。来，请咱看周报，啊，无迄个音幕嘛有。来，请伫主的名内的王，应该着学乐；伫天理和平，伫至权的位阳光，路加福音19章38节。咱来看第3页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因为周报拢有请咱家己来看拜三的聚会，甲下礼拜吼，咱会使来先来看者吼。会记哩下礼拜是过偌济，所以咱联合礼拜敢若一顿尔吼。会记哩吼。好，咱先开第6页，请咱来看第3点，受难日联合礼拜，就是搁来的即个拜5，4月15，拜5暗时8点。要举行咱东区的受难联合圣餐礼拜，地点是伫新店教会，请咱家己要去的人参加的，要参加的人会家己去吼。啊，搁来就是第6点，咱的野外礼拜的报名，请咱赶紧吼，定伫5月29日，咱要举行野外礼拜，下面有迄个报名的单，请咱家己来看吼。好，下面的时间交好，补充报告，后主日是过偌济个联合礼拜，所以是干那一场礼拜。礼拜煞了后，咱要出去到咱的周围菜市仔，咱要去分迄个过偌济的卵。不过因为即摆卵足贵的吼，嘛买无啥有，所以咱改做用巧克力蛋吼。所以后礼拜
邀请大家，过活一联合礼拜结束了后，咱做伙将即个过活的好消息，咱用咱的厝边头尾，互因同齐会当欢喜。不过爱提醒一点，迄是巧克力吼，所以恁提时莫提伤久，啊无扬起吼。好，请咱后礼拜咱三甲组织，咱来参与伫即个过活节的卵，咱去分卵，讲即个过活好消息，甲咱的厝边头尾分享。即礼拜游玩要为着2个家庭来带导。第一个家庭是咱的圣歌队的指挥许义丽老师吼。好，伊要带导的事项是为着伊的大汉查某囝叶丽娜吼，伫4月16美术班要升学的考试有一个好的成绩。第二，为着伊家己的音乐的教课、演奏的规划，愿上帝开路。第三，要为着因先生的工作会当好好发挥。英雄一人吼，今仔日虽然无圣歌队，不过许毅老师带伊细汉囝伫咱的亲子室吼，甲伊的先生叶牧师伫咱中间吼，咱为因祈祷。第二个，咱要为着咱的司琴吼，因为游玩是圣歌队的司琴曹伟林姊妹来祈祷吼，伊还未宣告伊要来领捌，伊还未领捌真正成做基督徒吼，所以咱为伊成做基督徒，咱来祈祷。伊嘛为着上帝当赐予因全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愿主嘛感谢耶稣吼，伫每一届，甲咱圣歌队咧做伙吟唱弹琴的时阵，会当顺利，互即个平安伫伊的心内吼。咱只是当心为即2个家庭来祈祷。在上帝伫你面前，愿感谢你，感谢你，互圣歌队有2位同工，正做圣歌队的帮赞，透过指挥徐毅老师和圣歌队有更较活泼、更较无共款，将因的歌声展现出来，来荣耀上帝。这是为着伊的大汉查某囝李娜来祈祷，伊要考试，愿主你看顾伊有一个好的成绩，嘛，互伊徐毅老师伊家己有一个好的音乐的教课以及演奏，拢有上帝你亲身开路，看顾伊的先生。伫工作顶面会当英雄一人，看顾司琴曹伟林姊妹，互伊全家的身体健康，出入有平安。然后伫每一届咧侍奉的时，咧练习的时，拢会当感受到对上帝你遐来听，可以当早日来宣告上帝是伊的上帝，耶稣是伊性命救主。愿主亲身看顾这2个家庭，愿主祝福伫因的中间，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以上。请咱来吟尾边的诗402首。介绍。啊，介绍。好，歹势。咱今仔日咱的教会新鲜人朱锦花姐妹。人缘真好吼，来说礼时嘛，迄个家人拢到位，朋友也来了，所以她有一个好朋友陈家珍姐妹。陈家珍姐妹，她是真理堂，她在真理堂聚会，那我想朱锦花姐妹将来跟神也会是一个非常有好的关系的人。看起来家人关系很好，朋友关系也很好，跟神关系未来也会很好哈。愿神祝福你，谢谢。好，佮补充一项，今仔日有心灵主日学吼，所以看来礼拜煞了后，要参加心灵主日学课程的，请到古堂吼，古堂来上课。好，请咱起立来吟402首，咱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恳求主你作我家母，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高无，假使我日日必是正，参我哪日遵守你改变。中最根根。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疼痛，信心的安慰甲扶持，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请来地平安乐。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家人。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做神，因为耶稣真革命。咱互相请安，咱请小会员甲今仔日受洗礼甲信仰告别的，咱来头前翕一张相，然后恁家属就会当做伙翕相。咱先请小会员甲所有受洗礼甲信仰告别的兄弟来到台前。绿箭，帮我开一下小蜜蜂。谢谢。